再來看花蓮萬里溪這個崩山湖呢，是有可能提早來溢流的，所以林保署是來發布黃色警戒。花蓮縣府也來成立2級的災害應變中心，針對着萬榮鄉的萬榮村，也有鳳林鎮、新營里等等遮受到影響的區域，今麥已經要求住戶開始疏開撤離。因為萬里溪崩山湖隨時攏有可能溢流，會受影響的靈田山林業文化園區，今日中晝12點了後就停困。工作人員甲辦公室重要的器材甲物件攏包起來，園區內面的住戶嘛準備撤離。東西把它墊高，墊高哈。學生像藥啦那些有需要用的，那用需要帶啊，帶到我們中山堂去。中山堂啊哈，大約會收容多少位的一個我們生容里的里民？20-30個，20-30個。林保署早起8點，根據中央氣象署公布的雨量，發布黃色警戒。萬里溪崩山湖累積的雨量已經超標，48點鐘內有可能放棄溢流。累積雨量超過54mm的話，就表示有可能會那個蓄滿溢流。所以我們在今天早上依照那個中央氣象署的這樣的一個那個定量雨量的資料來判斷，它已經超過這樣的值是72.5啊哈。花蓮縣政府收到通知了後，2級災害應變中心嘛緊急成立，擱針對水尾可能位於受影響範圍內的萬榮鄉、萬榮村、鳳林鎮、松營里、長橋里、鳳信里、山興里發布撤離的通知，尤其要注意隨時會轉做紅色警戒。災害地區呢比較分散，你像東邊3星到西邊到0點嘛，你們要做好人力的配置，警力的配置，務必在第一時間的時候呢，因為紅色警戒的時候，就要整個撤離。萬榮部分大概有它的影響範圍有22戶91人，那鳳林的部分有48戶116人，那其中的話會依照依親收容跟還有垂直撤離的部分來進行他們相關的一個疏散撤離的作業。萬榮鄉公所表示，萬榮鄉主要受影響的區域是萬榮村6林到8林，早起10點會開始撤離，保全戶到明里國小安置，鳳林鎮公所嘛會佇下晡4點進行疏散撤離的會議。那交通方面，公路總局已經佇個大高線、萬里溪橋、事先安排防橋設施甲警戒人員，請民眾注意相關災害消息。記者綜合報道。